見到呢個咁得意嘅行李輸送帶，就知道雙槍輪去咗不丹旅行啦。咁今次不丹嘅旅行呢，就感受一下當地人嘅生活，同埋睇下藏傳佛教嘅一啲寺廟同埋一啲珍品。咁好彩啦，到步冇幾耐呢，即刻見到條雙彩虹啊！今次嘅旅程呢，非常之咁幸運啦。然之後就去咗呢個叫擦秋節。擦秋節呢，不丹一年一度最大嘅祭典嚟嘅，咁就係講述呢個蓮花生大士啊嘅一啲活動嚟嘅。咁入邊呢，超級多人，同埋呢好多人喺度跳嗰啲神舞。咁我就同當地嘅小朋友傾偈，同埋帶咗啲糖去送俾佢哋。咁佢哋嘅眼神呢都非常之咁純潔啊！跟住睇到呢啲好壯觀嘅寺廟，由於因為好多嘢其實內部係唔可以影相同埋拍攝嘅，咁所以呢，主要呢都會淨係影個寺廟嘅出邊啦。跟住我喺2000幾米嘅地方呢去玩激流，竟然冇高反，非常之咁幸運啊！唔知係咪見到雙彩虹嘅關係啦？跟住都係睇寺廟同埋跳神舞。咁啊，好佩服啲喇嘛啦！喺咁高海拔嘅地方，其實不停咁喺度跳舞，其實一件好辛苦嘅事，但係佢哋嘅信仰支持佢哋咁樣去做。好彩見到國寶級嘅喇嘛現場畫一個沙灘城，仲要係徒手嘅，非常之勁。呢個係一個喜馬拉雅山脈嘅雪山，都係好彩，竟然見到。之後呢，非常之咁好彩，睇完寺廟之後呢，竟然呢個不丹嘅仁波切啊，接見咗小弟並且得到呢個不丹仁波切嘅祝福，簡直就係人生嘅一個非常幸運嘅一次旅程。之後就要返香港咯，最尾呢，都俾我見到雪山同埋寺廟。